留意呢條片，哈利會同大家現場直擊一個全新嘅項目 Live Ratchada Ramalai。哈利而家嘅位置呢，呢條大路就係曼谷出名嘅 Ratchada Pasir 大路啦，10幾 K 長㗎。咁哈利嘅右手邊呢，就係 Ramalai 啦。如果大家睇翻我哋最古早嘅片呢，即係2017年嘅片呢，哈利嗰陣時呢已經喺呢一條橋呢同大家介紹過當年 Ramalai 會嘅發展。咁時間關係呢 Action Ramalai 啦 ，Live Ramalai 啦。全部咧都已經係陸續入伙，都已經係幾年嘅時間，成個 Ramalai 已經好完備啦。咁而哈利嘅左手邊呢，其實就係 Thailand Culture Station， 就一早已經係 ready 㗎啦。大家見到嘅聯交所 SET 啦，後邊嘅 AIA Tower 啦。咁今日點解哈利要再嚟呢一個 Ratchada Pasir 大道上面呢？就係要介紹喺 Set Building， 其實就係下邊呢條水傘Ratchada 三行行入去一個 AB 嘅全新項目 Live Ratchada Ramalai， 去到現場再同大家解說。現場睇完再了解埋項目嘅細節，哈利好有信心同大家揾到最適合嘅單位。嗱，睇睇個示範單位嘅快手。不過今次有成21款嘅 layout 俾大家揀㗎，坐向要好小心選擇喎。聯絡曼谷買樓123，我哋會有詳細嘅項目介紹俾大家。